Hello，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来咯。How are you today？也一個按簡單的英文的問候，大家會唔會呢？其實啊，更加學英文有幾多嘅方式，又有幾多嘅目的。有啲人可能會出國去了，有啲人可能會上課。聽人哋嘅社區地位啊，有啲社區跟遇到這本自家嘅社區，可以收給本外國嘅朋友，嗰時話佢哋特別成立嘅英文班咯。不過有個英文班的對象，上課的對象也係講今日的內容，有乜嘅特別神奇嘅故事呢？我哋今日特別邀請到在地社區嘅好朋友，好好同我哋紹介一下哦。馬上就來分享佢哋吧。首先來分享我哋來自東片社區嘅姜大哥。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東片社區嘅小姜。分享姜大哥。沙下人呢係我哋嘅倪勝利倪老師。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倪勝利英文老師。歡迎兩位來到我哋節目直播。剛才個前面時間我哋開場同觀眾朋友有講，學英文更加貴重要。聽講唔能社區遇到本外國人哋講唔能社區直播，收給本外國人哋唔能特別成立一個英文班。一個成立英文班嘅過程同目的都好好同大家再分享一下，好冇？冇問題。我哋其實係3年前啦，我哋先社區決定去做試驗員，伊係一個輔助體系啦，如果愛同天數，唔同愛天數，我哋都發現講，一個輔助體系啊，尤其係個 COVID-19 嘅段時間啊，都好時間上都好順利，有個會員都反映講想學英文，我哋都係宿舍倪老師嘅家啦，我都透過伊個家問講，家係咪可以係倪老師啊？來我哋社區教英文啊！大家想去學英文係因為講前面我講到，有幾多外國人去到唔能社區，想去收嘅自家嘅社區安尼嘛？應該係安尼講啦，我哋社區因為前幾年都有得獎嘛，有得過農委會金牌農村啊，我哋這個有拿到嘅領航獎，攏有機會去外國。如果講出去嘅時間，迄種英文個溜啊，如外國好。嗰時候也一部分都自家嘅需求，有講係有機會可以練習自家嘅英文口說能力。如果好，天嘢都會講。嗰度飛人呀，第一講啊，咧飛人地方有嗰度英文個好嘅，都也 COVID-19嘅時候，嗰度人都冇法度出去咩，嗰度我哋都會想講，加喺各種講可以請到老師做教練來帶大家飛人啊，來學英文，安尼都挺完美嘅事情嚟。就大家有啲想要求進步嘅心，都好有個時段，有一個時間，當提出一個想法嘛。那再來請教一下倪老師啦，倪老師，你自家對一個英文，你本身係一個專業的英文教師，那你對一個語文的方面，這個緣分很用辦給下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好，第一個就是我的英文的訓練是在軍中磨練出來的。我曾經出國3次，跟外國人直接用英文對談，所以3次將近2年的時間。這是我的英文還可以的部分在這邊。可是小江當初東片村推動時間銀行，是我很喜歡的一個活動。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專長。那我的部分是在這方面，尤其在屏東市已經推廣了一陣子了。東片村已經是我第3個教室了。好，那我會想，時間銀行我們能夠提供什麼？有2塊。在國內，如果有外國朋友到我們國家來，他想了解我們的農村，他們的建設，他們的成果，我們希望在這邊的小江他們這群朋友可以用英文去告訴外國朋友，我們農村做得很好。這是第一塊。有關於第2個我的考量哈，我們的英文班想要成立是小江他曾經有告訴我們在東片村有得到績優農村，會到國外去做參訪。參訪一個是跟別人學他們長處，其實另外有一塊是把我們台灣的好跟美也介紹出去。可是總要用語文吧，英文是其中一塊。那基於這2個考量，所以我希望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英文这一块带到我们东面村，然后用环境让大家都能够有机会介绍我们自己的好。这2个考量才把英文的读书会英文的自由教堂带到我们的东面去。原来安尼，我说讲，刚才刚刚老师有提到一个关键字，还有弹出来的，这有点也没讲英文班哦，也讲英文读书会，而且重点是后面这个自由交谈。我说讲，一个英文班，其实对那边其他的补习班啊，也讲英文班来讲，冇共用的地方在哪？除了自由交谈，还有哪个重点吗？因为倪老师平常时做国际导游，拢带外国人啊，都介绍景点嘛。伊讲台湾人其实大部分的问题唔係講冇接受英文，迄唔敢講。我想講，這個案例也係安尼啦。如果各種都太好，一直有喺接受，但是冇個環境可以講英文，怕犯錯嘛。嗰伊都鼓勵人講，你上學嘅都來啊，唔怕大家唔會講啊哩哩啦啦嘅嘛唔怕，你睇下人用一個環境。練習用日常的生活啊，可以互相交流，可以交流經驗啊，交流想法啦。我講講，也同以前的上補習班冇共樣，安尼幾神奇哦。安尼，我所講一個上課的對象，全部都係東面沙區的村民嗎？上課的對象主要係時間銀行的會員。會員哦。會員也可以，因為我哋會員講究如何講。可以技能分享，比如講倪老師來啊，伊來教我哋講英文，伊都可以傳導伊嘅時間點數，我哋做學生嘅，我哋都會叫時間點數比，安尼都互相有對價關係啦。學嘅人啊，也可以從一個過程當中，底部了解講，我練習得多，可以面對外國人可以自由自在的表達其實要經過長時間的練習。安尼當時喺做一個英文班的時間，都更加人數差唔多多人啦。更加一班都差唔多有20人的會員啦。但是每拜上課的時間，有時有的人會缺席啊，有時有的人會個別出現，可以嘅時間啦。普通時間差不多6、7個，7、8個安尼。也可以多小班制啦，安尼你每個人啊2點鐘的時間，有幾多機會可以表達你的想法，用英文的方式，就可以有充分的時間來練習啦。安尼喺每年嘛，也係講固定某個時間點會來向下睇上一個課呢。安尼你每週日的第1禮拜同第3禮拜禮拜5。按部頭7點半到9點半，因為也係時間主要係方便講，有個會員係上班族，而下班呢，伊係上來學英文，都可以來參加呢。嗰種我哋講係按部頭角度啦。倪老師，當時講太講啊，有像你來上課的時間，在規劃這個課程方面呢，針對一個太假，大家不敢講，唔敢講一個英文部分啊。你用了什麼樣子的規劃講？哪些課程內容去針對這個部分可以加強，鼓勵大家來講？英文有一句話叫做 "Practice make you perfect"。經由練習，你會越講越好。我們看書、考試都 OK，可是我們從來很少鼓勵你講話。好，那我們缺的是一個什麼？一個練習的機會，創立英文班，我的做法，我鼓勵他們多講，多講，你的所有的語法，所有的生字，所有東西，他是碩士啊，可是他平常沒有機會講，就沒有辦法把他學到的這些所有的東西用出來，可是經由練習之後，他會越講越好，從我們當初剛開始到現在。他可以上台做個5、6分鐘、7分鐘，甚至10分鐘演講，已經沒有問題了，因為有練習。那可是人數也不要太多，一個正常的班，20個人不是好事情。你說話機會縮短，我希望在一次上課時間，大家盡量有來回交叉，至少3次以上說話機會。你因為有練習，你就會越來越好。
所以一个班不要多，6个是非常理想的人数。你这样才有办法练习到。但是讲，刚是讲，你都要练习嘛，所以除了讲之外，因为老师你在设计这些课程的时候，还会有一类内容就是不是只有一开始就开始才讲，一定是有一个系统性的说，可能根本你能松要练习内容有可能一般的日常打招呼，像头到前面开始讲How are you today， 或者是能讲吃饱了吗？你吃饭了没有？这些简单的绘画，里面也可以请老师来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说怎么样去规划这个课程的内容。不管是闲聊，或是说今天在上课，就是你接收的讯息够不够多。所以我们当初在第一件事情要决定，就是你要选择什么教材。我选的是坊间一般的，我叫常春藤，大家说英语，它里面有包括科技，包括时事，包括所有的，就是很多话题。那我要让所有的同学先开始熟悉各种不同的话题。为什么？你这个话题，你的生字是有限的啊，你要想办法把你知道的生字用出来。当你用过一次，你就已经开始把你以前的东西已经开始抓出来了。可是你今天2、3次你讲了，你会越来越熟悉这个话题，这里面的生字，你就会开始有信心去表达你的想法。当然，像导读者很重要。我是导读者，我有时候会挑战你啊。我不会只是让你讲而已，我会丢不同的想法去撞你。我要你从不同的角度把你的道理说出来给我。那个导读者很重要。所以当经过这样的练习之后，我不是只是讲，我还会受到刺激。我还要去把我的道理说得更清楚，这样子会刺激他们能够想讲的欲望。当这样子气氛形成之后，他们就越讲越好。因为我一直在用，我每个礼拜，我每2个礼拜，我至少可以讲一次20、30分钟以上的英文，他就会对我的英文开始越来，我以前丢掉的东西会越来越收回来。越用就会，我讲用，你就会越来越好。原来安尼，嗰种人都想到讲，睇双业嘅课，但像讲法应该含有更加复杂，也系讲更加深一啲主题性、有内容性呢来搞好，才是一个学英文的丰盛嘛。观众朋友，冇想到我哋上起双业嘅英文班，其实可以改专业嘅。但係講安尼上課嘅效果，也係講底部還有兩版神奇嘅故事呢。冇就可以4B集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前面有講到，Saki video 我收起自家菜貼地方嘅特色，故說成立了一個英文班。當然呢，學英文係一個幾簡單的事情，也可以講幾困難的事情。用辦講呢，簡單係講就像學校化咁樣，唔會講有練習就有成果嘛。當然呢，困難的係唔按用辦講出第一句話這個係最困難的部分。故說請教下我哋講那個，叫人講嘅第一句話係用辦講出來吧。講那個。能真是開始上課的時候，前面有講到有像倪老師來上課規劃嘅安好的課程，那尤其係唔能係分享哪個文章也係講針對一個時事新聞來講嘅嘛。那大家還有記得第一擺上課嘅時候，大家嘅情形係樣辦？一開始老師都同我哋講，都中英夾雜都可以啦。我講英文嘅話，你盡量講英文。唔會講嘅話，你用中文嘛唔怕。嗰時候我哋頭前3個月啦，每啲人都有嘅尷尬，如果講，本身係講客話嘅時候，講國語嘅時候侃侃而談。但是老師係帶嘅時候，每擺係唔發表意見啊，會蹲啊，你突然腦筋一片空白，唔知要講乜嘅，忽然發現講這個唔會講法。但是3個月過後因為伊個教學係漸進式嘅，你鼓勵唔表達。我哋講啊，到最後發現講其實講唔錯，先生嘛唔會罵人啦。我鼓勵唔講你這個那一系列冇標準，下次可以多注意啊。嗰個睇下人嘅膽量如克服嘅，克服過後會不會如改順嘅？但是每擺我哋因為我哋
你拜主持的时候，导读人拢会问你，但是导读人的兴趣啊，无共样，像我迄个有兴趣的迄生物科技同投资相关的领域，但是有的人啊，好像你老师伊的兴趣路是文化类的，好，比如讲咱国的历史啊，用一行，每个人的背景拢无共样的时间，吼，是吧？一开始是吧有挑战性啊，如不熟悉，啊，个说伊迄讲的时候，嗰度专业术语的时候，有时候会唐突。哦，按你发，你们像每一拜上课有导读人拢无共样嘛，系咪？啊，我有人讲，嘿。其现在的主题大家各有兴趣，结果来上课的人都多啊，有时节其他的兴趣吼，可能大家各冷僻哦，像唔讲的嘛，有的人可能是那个生物科技方面的，大家各冇兴趣，来上课的人都多少，会有按呢的情形冇？会啊，那个种题目够困难的时间，大家如果连题目都看唔识，几拜的参加的人都够少，有时会少啊多存3、4个。啊，各种嘢嘅题目，他个人因为讲，佢好讨论，有可能会十个人来参加呢。对啊，我都想讲，假使讲係有人有興趣，一定嗰度人來上課啊，嗰某年嘅話，真是唔定能夠蠻討論下。啊，繼續來請教一下倪老師啊，如果前面有剛剛太哥有分享嘛，就是假使講人夠少嘅時間，可能是主題可能不太有興趣啊，那會唔會讀到講學生受挫？你剛剛講前3個月，然後一段時間之後，他覺得挫折感很重，他就唔幹了，有一種他自己就放棄了。那遇到這個老師，你有遇到這樣的情形嗎？為了協助同學能夠有膽量，能夠在那個上課的時候可以講，我會試着做一些動作。導讀者會把文章裡面的一些話題，我先把它寫下來。然後放在群組裡面，讓他們先回去做家庭作業。有時間準備，有時間準備，就是可以時間先準備算是固定呢。對，好，那因為你有準備，所以你在課堂裡面你會講得比較有信心，那是建立自己的一些自信。原來我會講英文，不是不會講，可是對一些朋友來說，最困難的部分叫做 impromptu， 我叫做隨機回答。這個部分對很多人都是一個挑戰，你完全沒有練習，可是我一下丟個問題給你的時候，你要馬上把你所有會的英文，你要在最短時間之內回答問題，這是困難的。所以可是這個部分也要練習，就是我們分2塊，一個叫 prepared speech， 一個叫 impromptu speech， 2塊都是需要練習，所以我會把它切成2塊。第一塊給大家建立信心，可是第2塊我就開始挑戰你。對有一些同學來說，他經過1、2次的挑戰之後，他覺得是 a piece of cake， 小事情啊，小餅乾一片，我已經可以接招了，那表示他已經跟上來了。所以一個老師你要根據你的班上的情況，你慢慢讓他們開始適應你想要做的事情。接着我會放手，我開始把我的所有的導讀的動作交給我們班上比較好的同學。1個到2個由他們開始來帶，他就會開始去用英文 conduct whole class， 他會開始去主導整個班上的運作。當他經過這個動作之後，他的英文就一直在進步。就是我會慢慢把這個棒子交給一個成熟的人了。那小剛夠成熟之後，他就可以組織會議。那我要不要帶已經不是重要了。我帶的過程完成之後，剩下小江就可以把這個動作再交給下一個，再交給下一個，他這個班就可以一直活下去，不會因為我走了就死掉了。就是講老師的重點，老師的重要性就會在做一個起頭，就起頭的部分。對，呢，剛才講，你能自己睇練習的時間，當前面真是唔敢講嘛，那後面的時候有沒有因為按嚟講變做一啲個神奇的事情？就有些人可能躺茶或者是在說的時候，他講的意思跟他表達的冇共用按嚟，就是那種口誤啦。口誤嗰啲啊，嗰啲躺唔錯意思啊。其實我哋個奇妙啦，因為我哋
时间以后我讲英文的更多啊，嗰所以有包括也有平科大台学嘅教授，伊來參加我哋交談會用意也好，其實一方面係鼓勵自家嘅學生嘅來參加，第二都係講伊也平常時啊嗰時候有機會講，除了以前係落去可能喺美國讀書嘅時候有機會講以外，其實喺台灣講嘅機會冇多啦，所以咩個碟來，個碟來，他跟人討論嘅時候，因為我見冇共用，所以有時人哋咩也講個專業嘅時，人哋會談唔實，但是因為他跟人已經經過嘅線上嘅訓練咧，都反正都談唔實都咩硬門啦，硬門志同也講咩個碟發生啦，但是志同也講嘅過程當中啊，都底下講原來慢慢的英文的背景係乜嘅部分伊有興趣係乜嘅部分安尼。他係也因為安尼，雖然一開始他都唔會講也講志同也講，但係中間已經跨出個最難的一步，開口去說去講一件事情，所以後面都漸漸的順的，就種。用他講嘅3年以後，大家就可以一個比較各敢講已經有開始一個穩定的情形出來。像先生講嘅，一開始係伊係大啦，但係人後尾又陸續潛嘅佢嘅英文啊，幾好嘅飛嘅入來，更加都係講先生呢係帶因嘅角色啊，都係教練，我哋有時間譬如講老師如果接到外國嘅導遊工作，我離開台灣1年半年嘅時間，到英文班嘅發通，到有輪到嘅時間，伊喺摩托來，我哋都會請配啲人。嗰種我哋更加有4個教練，輪流做教練。每個教練嘅風格我冇共樣。個簽咩？可以講一下，睇可以講一下，睇下嘅風格。而家4個教練有一啲係以前咧係專門做歐洲婚紗嘅生意，嗰時候伊對服裝流行，伊都吹響，伊嘅各方面嘅知識都quite豐富，伊甚至有一班伊設計過嘅禮服，就同人哋介紹講，也係乜個 style 嘅禮服，乜個 style 禮服，個專業，其實人哋睇冇嘛事，但是人哋看。有圖片佐證的時候，可以，他有談得到伊個意思係乜嘅。我哋有一啲係半導體嘅專家，日月光嘅副總退休嗰個小芳老師，伊個人都個神奇啦，伊種他本用比較幽默嘅方式嚟帶我哋，伊會同我哋講，嗰種我哋講，外國人可能有時我哋係講我有台灣式嘅英文。伊會同講日嘅嗬，可能對外國人來講，伊會談唔實，英國人用嚟講，可能你試要調整一下。我哋有第3個先生係喺日本專門教學生嘅英文老師，但是 COVID-19 嘅時節嗬，都冇歸日本，都留喺台灣，因為伊個先生係屏東人。嗰時每啲先生風格冇共樣，大家安尼也幾好啦。係啊，日本也先生教嘅時節，伊有可能有個人個注重單字嘅發音，有個人都講按樣講愛個生活化。某一天頭都講到嘅，能有個半導體嘅調教，下一次佢邀請到 TPA 裏邊都邀請黃仁勳嚟到現場同大家傾下聯繫。好啦，講到也有可能啊，某一天個大家針對這個擅長嘅主題，延伸出某共樣嘅風格，上課嘅內容都係有可能嘅啦。觀眾朋友，談到鴉片，講睇個今日分享嘅英文版係咪鬼神奇呢？就談到鴉片，我心中。假使講有機會，人哋也可以去思考下先嘅。不過上課到後背，真是睇進行嘅時間，也係講讀到沙期有外國人嘅時間，有很樣板嘅情形呢。休息一下，再來同大家分享哦。
前面讲那个今日的英文班按上网按认真吼，睇练习一个口说英文一个部分。啊，到底今日的成果係用班呢？係唔係對到每個人的時間可以按嚟講呢？我今日咧請教佢今日到底實際的成果係用班。講那個，你同老師，你看你老師按用心的規劃一個課程本，你按多嘅練習的。那實際上，你能真是有讀到每個人來到沙期，你能同佢哋對話，還有乜嘅機會可以應用到你能更加好嘅一個口說英文的部分。我哋去年咧吼，就一啲英文班的成員，用到真人的，亦都係推嘅6隊有組嘅。真係講。啊，我哋沙期早期，我哋沙期嘅身後面有一啲骨太長嘅，4000隻嘅有組嘅養豬場。早期是伊嘅污染問題骨太啦，但是近間我哋有一些合作嘅機會。啊，我哋今日都係想講吼，啊，伊也係有組嘅，啊，甲種講可以同真人的有組嘅可以結合。同6隊嘅有組嘅吼，可以推廣開安尼也可以好。嗰種係要同真人的講，伊同嘅高雄產業大學啊吼，有線上有合作。咁我都很欣賞帶學生嘅吼來沙期度設計伊啲沙期嘅風味餐。啊，我哋吼都英文班本你啲英文班嘅成員吼上台，用英文來先練習一下，吼啊，嗰種練習要好嘅話，吼以後每天嘅郵輪。攏會停靠喺高雄港嘛吼，啊高產伊呢也有講，伊呢也希望可以同沙期可以配合，以後喺嗰種講啲學生咧可以來沙期出隻來貢獻伊呢烹飪嘅專長嘅話，加結合沙期嘅特色，咁每天可以吸引外國遊客來，但是你要做多一件事情，睇啲旅行社願意同配合冇，啊聽嘢唔在啲嘅英文嘅長途。都在地嘅導覽嘅人才，英文嘅能力有拉磨，一件事情個重要。嗰個人更加係個努力，希望講一個團隊，他們有7、8個，可能可以提訓練啊，可以隨時我一個人、我2個人都可以介紹安尼。其實講到一個做料理，除了好食之外，我第一講吼，更加豐富一地方有一種專業用到蔬菜啦。如果講專業嘅服務人員，佢寫嘅一個料理，甚至係講一條菜嘅故事，所以一個係最重要嘅一件事情。所以講，你老師當時你能接到一個計劃吼，一個想法嘅時間，你有規劃講聽數幾人，哦講一個料理。這個些菜呢，要怎麼去介紹？你有跟他們去做一個沙盤推演，也要講練習嗎？我大概講專業的事交給專業的做。高餐他們本身 focus 就是我怎麼樣準備出一些好的料理出來。對，所以他們是在這一塊。我不會去介入這一塊。可是他們願意來東片村，然後把好的東西推薦出來。最重要，我們要強調的是6堆的黑豬。你怎麼樣讓它的平凡的豬肉，它可以烹飪出很好的料理，所以這一塊有交給他們。可是我們要有一個人會介紹，那就是我們同學的工作了啊。介紹好的料理，他怎麼做，怎麼去品嘗，這是一塊。可是同一個時間，我們也要利用這個機會讓他們認識東片村。所以整個東片村當初的建設，他們的發展到現在，那我們會有分工，每一個人我介紹哪一個部分。然後我介紹的農業部分，我介紹什麼部分？那這樣子可以把東片村推出去，也把6堆的黑豬推出去了。那朋友他們如果說是來到東片村的話，我可以同一個時間把我的東片的優良，包括生物科技，包括我6堆的黑豬的料理，都可以同時推出去了。所以這是一個流程，可是所有完成的動作都是我們同學。大家因為在那個英文班都已經磨練到一定程度了，每一個人賦予不同的 assignment，他們的任務，他們去準備之後，我就是把我準備的東西去講出來就好了，就是一個很棒的流程，我都可以順便把台灣這些好東西推銷出去。這是我想說，從這個模式，用英文去把我們各村莊、各地方的好東西能夠用英文介紹出去。所以講那個唔能一擺嘅重點同佢哋合作，唔單止講一個料理嘅部分咧，等於講很順勢去討論收嘅貴嘅沙期，係咪安尼啊？哦，那既然有這個機會，你能也讀到好兩位都嚟獻奏，那我們就現場來一段好了，都有點像是講
两人将个一个合作的实际的情形截取一段板豆节目底部，本大家讲，可能是很用板练习，展现一下一个成果。就老师来讲2到3分钟，用英文讲一下松柏一个活动。那合作的时间是怎么去介绍东片社区的？那讲他讲，人家任务就係講及時的口譯，唔係反中中文中文對人嚟講簡單，唔係反中漢語，因為後期你有個部分英文版都客家沙期，應該會有很多機會嚟講，英客做一個交流，有個機會都搞不懂，好冇？老師口語吧，可以嗎？拜託一下。Okay, let me try. Okay, try I it. do my best, yeah. Okay. And today we talk a lot. As you know, the Xiaojiang, who is a very great biotechnology expert in this area. So he tried to use his specialist to teach the farmer. And for the farmer, we have two problems. The one is fertilize, another one is the pesticides. Two parts cause many problems. And fertilize is we call the chemical, always cause a huge pollution. But you use the biotechnology can solve this problem. And Xiaojiang promote about this for the farmer. When they use this, really save the problem about this part. But another part is when you use the biotechnology and spread in the farm, the most we call the plant the roots, when they accept the nutrition, I mean the biotechnology, this can stronger about their roots. They can grow up the stronger, then produce a lot of the fruits. So that will cause we call the farmer can have much more income. So I mean combine the specialist for his knowledge help the farmer. So this both parts combine together and let people know about how great about the Dongbian village. So it's another way use English promote the village. Yeah. 李老师的太有意思係安尼啦，伊咧講，因為我哋早期我本身咧專長係生物科技，我哋更加早期係計生農民啊吼，係用微生物嘅材料，譬如講光合菌也係類嘅，伊可以增加嘅作物嘅根系嘅生長，產量可以過大，嗰時候農民係用伊嘅法吼，如可以得到過大嘅產量。第二都係講，因為微生物材料係應用嘅時間啦吼，等於可以取代部分嘅殺蟲劑。因為微生物材料底部有嘅像黑漿菌可以殺蟲，都可以減少農藥嘅使用。另外一方面，有嘅微生物可以幫助一個化學肥料，可以用個少因為伊本身伊會產生皮膚嘅成分，也有刺激生長嘅部分。嗰時候農民係用了以後如果我哋主要教農民用了以後，伊都可以第一對環境個環保，第二讓伊嘅生物多樣性可以個好。厲害，同埋糖豆差唔多。好啦，糖豆鴉片真是我都有感覺過，果然其實還好，很糖的是有大部分呢，像有一個專有名詞，有可能冇按了解，但係太快按嚟糖紅了，你也係老師表達得很清楚，嗰時候我對底部意思內容來講，其實太快可以了解，佢係講嘛嘅。真是有一個好功能，可是語言的部分有習慣真是有一些還是停留在這個腦海底部可以用得到。廣東鴉片除了老師你們平時按嚟練習，講那種人按嚟練習之外，真是有讀到外國人都你們咧東邊沙去底部讀到好唔去投籃，也係講其他人去投籃有個機會嘛。我哋5月份的時間有屏北高中的老師。伊能同嘅一所大學國際交換生有一啲參訪嘅計劃，先上路簽到我哋沙去，因為以之前我哋同高參合作嘅時間，我哋帶我哋英文班導覽，
安尼有翕 YouTube 的影片，有看到，伊讲嗰小沙去有才挑讲英文，伊拄好伊个一个交流计划，底下有4、5个迄国际交换生，伊希望伊能拿谈的时，嗰时候伊都来请安尼时，都希望安尼可以用英文介绍，嗰时候我同曾仁德2个人，今年的。如全程用英文，哇！介绍和沙奇有默嘅，介绍伊个6队五组嘅，让我同安尼沙奇结合，安尼也有带人做 DIY，也下多喺黄梨嘅山区，嗰时候安尼都用安尼沙奇专门嘅微生物菌，安尼用豆曲，用这个做豆曲，加上安尼沙奇嘅黄梨嘅特产，安尼教国际交换生同高中生用嚟做黄梨酱。哦，就全程用英文，全程用英文，不神奇啊，不神奇。哇，厉害呢，同样哦。安尼除了一个利用的机会之外，这个有明显观察到讲，人哋呢英文班呢全部参加的人，大家有乜嘅改变冇都更加，因为一段时间的嘛，大家应该更加有能力可以去讲的嘛，是不是有这些的改变呢？改变都係講有越來越多嘅對配裝來嘅，因為有學英文嘅需求，因為受到這個英文班成員嘅影響，可能係伊嘅朋友，可能係伊本身都18會講英文，但是伊想加強，因為也條人嘅關係，嗰時候因為我哋已經連續運作嘅3年嘅，嗰時候有越來越多嘅想學英文嘅加入，我哋都變啦講，我哋更加練習英文啊嗬。以後都一出推用得到。哇，真是鬼感動咧！也希望能可以加油，繼續加油。哇，觀眾朋友，今日我哋呢嘅小江大哥同我哋倪老師嚟到節目底部分享到一個故事，有鼓勵到大家冇呢？唔單止我哋學法英文也係強用，希望大家可以利用今日嘅故事鼓勵自家啦。不論係講英文又係講學法，大家盡量在平時嘅時間可以練習。假使講有一日唔可以用自家嘅學法，也講英文，同大家去了解自家嘅文化、自家一塊土地，係咪幾好嘅事情呢？今日再一次感謝兩位來到節目底部分享咁精彩嘅故事哦，多謝你哋。謝謝主持人。我哋英文班改神奇哦，嗰種我喺度改人有興趣來，大家人用英文來交談嘅話，歡迎大家人來東邊沙奇。歡迎大家來東邊村一起學習。好啊，坐到更加大家有個會上音樂呢，強開聽人欣賞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